大家好，我係你哋嘅入伙收樓大使，恭喜同歡迎大家嚟到新入伙屋邨。大家喺收到鎖匙之後，記得快啲到單位內視察環境同檢查室內嘅裝置啊！而家就等我為你哋介紹入伙之後點樣用房署新居置入伙系統網頁，報告單位裏面需要執收嘅項目同跟進嘅有關程序。為咗更方便各位住戶報告新居損壞項目同安排執收事宜，房屋署已經將過去沿用嘅紙本居住單位損壞情況報告表提升成為全新電子網頁版本。呢個就係房署新居置入伙網頁版嘅首頁版面。住戶可以用手機掃描貼喺電梯大堂嘅二維碼，進入房署新居置入伙系統，又或者由房屋署網頁或者應用程式嘅連結進入房署新居置入伙網頁。提提你，記得喺辦理入伙手續14日內同裝修工程開始之前，使用呢一個系統網頁申報你單位內嘅設備同裝置嘅損壞項目，以便我哋幫你安排檢查同執收。你去屋邨管理辦事處辦理入伙手續當日，會計算為入伙第一日。如果第4日仲未收到你提交嘅損壞項目報告，系統會發出短信提醒你。如果我哋喺14日內收唔到你交嘅損壞項目報告，應該代表你好滿意你嘅單位。如果有損壞項目要報告，記得喺限期前提交損壞項目報告啊！新系統比傳統嘅報告表更方便易用。如果你真係唔係好識得用電腦或者手機輸入，屋企人又冇時間幫你，唔使擔心，可以喺辦公時間內隨時嚟地下大堂揾我幫手，經網上提交損壞項目報告，或者揾屋邨管理辦事處幫手。交完報告之後，請你將鐵閘同大門鎖匙交俾我或者屋邨管理辦事處，以便安排承建商上門執收。完成執收之後，系統亦都會發出短信，之後你可以揾我收返鎖匙入單位睇下，然後請上網填寫係咪滿意收線結果。如果有需要，可以揾我或者屋邨管理辦事處再跟進㗎。